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热天的时节啦，大家除了去搞水，最好的还是食品吧。讲到一个食品啊，我听讲啊，在高雄的太叔有一间老饼店的，传到人家已经70多年了哟。叫做南向饼室。到底佢個後輩有樣本的歷史故事，也係特色，可以幫佢做研究呢？今日啊，我哋就特別邀請到佢個第三代嘅調家，淑賢嚟到節目直播同大家分享哦，馬上來分享佢吧。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南香冰室第3代江淑媛。那等一下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故事。哇，欢迎淑賢嚟到節目直播。啊，你睇節目一開始啊，啊，請淑賢同大家紹介一下你們餅店嘅歷史，好冇？南香冰室它是从1950年开始创立的，那它是由我外公吴尊科，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在大树开了这一间冰店。然后那个时候时代背景刚好是就是日治时期之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工业的技术的一个革新，然后加上说我们大树还有旗山、美浓这一带有那个糖铁火车。那它是由日本时期盖的，但是它之后还有继续的，就是说行驶这样子。啊，糖业的火车它有点带动了那个糖的加工品的一个兴起。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工业的一个技术的进步，然后以及就是说糖业的这个就是经济的这个兴盛，然后所以就是说在那个年代。有了这样子制冰的产业，然后就是让就是那个时代就是比较流行的是香蕉清冰哦，对，那这个也是日本人传进来的一个香料，然后就是我们大奇美地区通常都是流行这样子的一款传统冰品，那外公那时候就是做这个，然后他是有做香蕉冰，然后跟酸梅冰。对，然后跟芋头冰起家的，对，然后就是像除了传统冰品，它就是因为就是说，其实我们开了71年嘛，那在外公就是在后期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劳累，然后就是他就有渐渐动了念头，想要把冰室关起来。哦，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厂太多了，就是有一些，例如说知名的大厂。那工厂都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在生产冰品，那大家买冰的地方也多了，就可能就是我们的街角巷弄啊，有一些便利商店啊，就不太需要传统的这样子的冰果室的一个销售的方式，所以就是说外公那时候生意有点下滑，所以他想要把它收起来，然后但是是由妈妈这边再把它接手，对，然后再开创出一些水果。天然食材的一些雪酪或冰淇淋这样子。哦，都原本阿公的时间，那个时候是卖传统的饼嘛，一般品种都还蛮多。到妈妈那个时候就改为青岛新的饼，就头头适应收给雪酪啦这些。一开始都就是在太叔这边吗？在大树那边？对，没错，一开始就是在大树这个旧的市区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大树有9曲塘火车站，在早期那个年代还有糖铁的时候，就是9曲塘火车站是一个交通台铁的最主要的干道嘛，然后但是它又连接了糖铁道，就是旗山美浓这边，所以常常在很多的经济活动会发生在9曲塘。可是其实更早之前，它是在大树市区。对，那我们家是在大树市区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家前面刚好也是旧路古道。早期其实是会有牛车，就是牵着牛车这样子，就很多牛车啊，其实也是人声鼎沸，川流不息这样子。哇，讲好来都有个画面出来呢，因为看个牛车，虽然根本带来的东西特别像一个有个以前人哋看到的把布，对，当到个上面都提讲有饼来的哟，个收个应该是用个饼面吧，咬那个冰起来的勺子，还有一个呢。那外公他做这个木箱呢，其实是早期我们冰室还有在卖那个吉亚冰。
就是冰棒。那他就是会拿着这个木箱背着，他其实有一个背带，背着，然后去我们附近的糖铁火车站，它叫大树角火车站，然后去那边兜售这样子。然后离我们店很近，差不多走路可能差不多3到5分钟。但是他每天会这样来回好几趟。然后，但是它超级重，真的，看出来也个手头做应该唔会强啊，你8吨也个哦，这样来回去行来行去买哦。没错。哇，真辛苦呢。对。所以后来才开店面这样子。那时候就有店面，但是他还是会用这样子传统的方式，就是去那个车站那边卖，因为那边人潮真的很多。我们大树早期很多兵营。然后现在是一个一个是比较有人数又比较少，那个时候就是兵营有就是蛮多的，然后其实那时候糖铁后来除了载货又有载人，就是也有载乘客这样子。那外公就是会拿着这个很重的木箱去到就是火车站这边卖冰。那大家看到前面的这个把布跟这个很大的一个冰勺，那其实他们都是黄铜做的，早期都是用黄铜在制作，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现代通常都是使用不锈钢，对，去挖冰。今年的差别在哪呀？差别是什么？差别在于说，当然黄铜的东西它是导热性很快，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挖冰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要是手的那个温度可以快速的到我们的冰勺里面前端的话，冰是比较容易，就是一按它就会掉下来，就是比较好贩售这样。那早期的像这样子的冰勺，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对，就是他们有一个模具，然后就是用脚就是压在地上这样敲敲打打，对，然后大家会发现就是说这个。这一个冰勺特别大，像卖冰通常都会有结合一些有趣的小游戏，那有点像是说我们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打弹珠，买香肠打弹珠，然后觉得比大小啊，赢了你赢老板，对不对？然后就是他会多送一条香肠，有一点类似这个，早期有一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木造的一个游戏机，然后你也是就是投一个东西进去，然后它会转，然后它就会有就是天霸王，它就叫做天霸王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另一个就是说就是你比较运气不好的，就是你可能就是抽到的是这么小的冰勺的冰，可是天霸王通常都是。很小个，轻塞一缸呢，甚至可能转不太到这样子。可是当你转到，哇，那小朋友开心一整天。真的，你看一般呢，你看到一般呢，可能就是安呢一塞些的这样子一个啊，转到给哇，安呢一台份，当然小朋友都轻松啊。对啊，了解爱弟，不过我爱讲，面到看到有个东西，真好奇，路点的地方啊，了解迄。不会嘛？这一叠纸是什么？这一叠纸呢，它是早期就是南乡的 menu， 就是菜单。以前的 menu 会按呢。对。很多公现在以前那个买个发票还手写估价单给中了。我阿公可就真的很潮，就那个时候就是设计了这么一本的菜单，然后所谓的就是点菜人员，都是。我的阿姨妈妈就是卢卡安妮天鼠嘛，对，然后就是以前我们南乡后面，它有一个后花园，非常漂亮，它有那个小桥流水，流水里面还有养大只的锦鲤，然后进去里面呢，还有10桌10椅在左右两侧，然后还有那个花卉做屏风。把每一个10桌10椅隔起来，让你非常的有那个隐私，然后也可以跟朋友来这里约会聊天。对，早期非常漂亮。便点糖风的亲切唔种便点，安尼以前的便点吼，宾果是印象讲，一个人细细点的地方，请到座位啦，吼，跟大家来坐在地方，冇想到呢，后尾还有那种公园的气氛。对，真的很像公园。哇塞，阿公真是怪厉害的。讲到真嘞，除了要个美妞之外，他当过韩剧还会写吗？个东西啊？他那时候就是像这一本 menu， 你就会发现它有几排几位，所以就其实以前真的超深的。然后就是点的菜单也是非常有趣，就从菜单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
的人流行什么。譬如说像乳美素，乳美素，对。那其实我之后问了很多人之后，才知道说它是一个就是类似像奶粉的一个冲泡乳制品，对，有点像可尔必斯这样子。那这个也有趣的是，早期就是说可能例如说店或者是咖啡厅，也没有百货公司，所以说大家会来到冰店里面点的东西，对，然后里面也很有趣的是。除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乳美素，还有看到就是日文写的秘鲁哦，对，然后还有鳗鱼罐头啊，除了目睭只会眼上的都，连罐头也有哦。对，以前的年轻人来到冰店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聚会场所。哇，真是没想到以前啊，迄个冰店很快是目睭皮啊个罐头呢。观众朋友，大家有听到xuất現嘅分享冇？真是以前嘅餅店啊，同人哋想象嘅千模樣樣呢，還有像種公園按睇法嘅味好錯，哇！真是冇想到。不過啊，還有更多精彩特別嘅故事，休息一下，馬上同大家分享哦。没想到南向饼店啊，其他嘅故事按特殊按神奇呢。不过还有乜嘅故事呢？继续来请教淑妍咯。淑妍，前面有讲到啊，你们这家饼店吼，按有历史，按有特色。不过我还想要请教你一下哦。第一讲太叔嗰片啊，嗰冇乜嘅行业嘅起路吼，也冇乜嘅行业嘅。你们卢卡本身系行业吗？好，对，大树的部分是就是比较没有客家庄的部分但是我的爸爸这边他是在彰化园林那我们姓江江家这边的宗祠还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建筑特色然后有被文化部列为就是一个文化资产然后它是一个客家造型的围屋不过唐红人心中应该算人讲嘅福老客，按那个方式嘛，因为神发头大部分拢係嘅火炉种嘅就已经渐渐的同化了。对，没错。不过爸爸阿公这边都比较没有听到他们讲客家话。对，其实我爸爸本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们族谱翻出来，其实都是看得出脉络的。就不管是祭祀上，就我们也有祭祀的照片，然后是卓兰山。对，然后其实就是。跟爸爸讲，爸爸哈，是哦，有这件事，就是他可能本人也不知道，对，就我也才觉得说寻根之旅是有趣的，而且是重要的事情。哇，不过真难得呢，这个卢卡还会去关心讲，原来这个本上很蛮人，对那乐也还会去看一下，了解一个事情。不过工作转来吼，除了这个卢卡的文化之外，第二讲太叔这片啊。有青岛的点的也青岛故事，像我们这个点的条都少个故事，我都挺感动哦，也感觉挺神奇。因为以前我们印象讲，抽火车到火车站的时间，就会卖便当，也个大家有印象嘛？就火车站卖便当，大家以前都会看到。不过卖便真种故事，不过讲迄之后，我们个画面录出来呢，像人来人往的茶站的录伊个老阿伯啊，拿顿也个。木箱啊，大家买便真有画面不过这时间第一推妈妈第二推嘛，便店已经第三推都三推之间啊，便店的有乜个偏方，也係讲有坚持到更加的理念，也係精神呢。其实因为时间71年了，所以他的一个从外公到妈妈到我这边连贯。这个口味上，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调整。有趣的是这边，例如说我外公那时候早期他做香蕉冰嘛，然后他就是会很千叮咛万嘱托说那个香蕉油还有糖。不能太少，对，然后就是可能那时候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冰品的要求是要有味道，要够甜，对，其实早期从农事的人通常也都吃比较重咸跟重甜，然后就是到妈妈这边，因为我妈妈她对就是烹饪烘焙非常有兴趣。她也去考了厨师，然后就是她就是对于食材的要求
我觉得他蛮坚持，所以就是说他在制作冰品的时候，他是比较都是用天然的水果，而且他也是尽量都是使用台湾的，除非有一些，例如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台湾还没有香草。对，所以我们的香草是马达加斯加，可是其他例如说草莓大湖草莓，然后我们的那个凤梨大树凤梨，玉荷包，哇，对，就是都是用台湾在地的食材跟水果这样子。那我的话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就是新奇的想法，就是会想说，既然新鲜这些东西都能做冰品，当然，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做一些特别有趣的口味？就是例如说，我会想说，市面上比较少见，大家都是觉得都是做水果的冰品，那我能不能做蔬菜的冰品？抢衰也有。对，就是说，例如说，农民朋友他们生产出就是那个玉米笋，他也是美农的朋友。然后他生产出玉米笋，他就说啊，怎么办？就是量好多啊，要不要试试看？我说好啊。然后我那时候脑中的想法就是说，玉米笋、玉米浓汤，然后我就把它做成玉米浓汤冰淇淋。哇，这是烘人的，还蛮个有味哦。而且它是咸的。然后就是，例如说在我们大树在地的那个农友种苗，它有办一个番茄季的活动。那我也使用就是台湾的黑叶番茄，因为黑叶番茄其实是我们早期记忆中的水果切盘的那个味道，一定要沾酱，有没有？对，就是那个早期的那个番茄又酸又香的味道，所以我就把它做成那个黑叶番茄雪落。对，所以你这个接触之后，都会按照偏发型那边嘛吼。所以卖最好的是哪一种啊？卖最好的通常是讲3个，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不分轩轾前3名都在拉锯。对，凤梨荔枝，因为它是我们大树的一个2大名产，玉荷包跟凤梨。就是制作的雪落，那另一个是爱文芒果。爱文芒果我觉得是全台湾人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草莓牛奶冰淇淋。对，草莓牛奶冰淇淋它是我们家是使用大湖的草莓，但是因为草莓太多种品种了，然后我们是使用大湖草莓的枫香草莓，对，去做果酱。做完果酱还没完，再做冰。哇，所以就还蛮复杂。对，观众朋友，头头啊，出现介绍的3种冰底杯，我多多有试到一种，如果个凤梨荔枝哦，哇，真的多下做样啊，头头还没前开始之前哦，看到清好吃就先试一下。真是呢，那天好吃下的时候，我都同小杨讲，那凤梨吼，因为我嗰时就还唔知道讲底杯有加荔枝，我都同讲这个凤梨，某种凤梨的东西，有一种香味在底杯，加了荔枝的味道之后，要个边啊，要个边发出青苔，某种以前可能是在凤梨边吼，个底杯个边有凤梨的东西，给加上一种不知名的香气，清好深呢。不过真是还甜点的边哦，因为有人讲。所以它马上就涌发的变冰沙，哇！真是冇干嘛嘅其他的东西，都是变同个水果，失败可能痛在底杯，就按呢。所以要吃要赶快吃，某一下都变冰沙了。没错，你要种研发底杯全部係你自己嚟研发嚟做吗？对。在冰品的研发制作都是我一个人做。目前就是说南乡，因为我们小店，然后就只有我跟爸爸2个人一起做，这样子。你接触之后，你这个感觉有做到乜嘅最困难的事情吗？妈妈她就是后期她身体比较不好，所以就是说她可能常常去医院，然后当然就是之后也就是离开了。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回家帮忙，有点像是他的助理的角色。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不是全部都会，甚至制冰有非常多的一些技巧。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很感谢，就是说所有的客人啊，或者是好朋友、亲戚们。就是说，有点像是说陪伴我们这样子一起走过来，那我们会就是一直进步，然后会一直挖掘这样子。
对，唐风的小人人都看到便当，其实也有几多的故事，起起伏伏呢。你看，像阿公到后半时节可能想要表述的，妈妈唔攀地，有家属风了接上来。当妈妈那时节后半可能有一些状况了，你又不累。接手妈妈的这个又继续把它撑过来，所以人家72年其实喊过了冇简单的就还除了自己你们家的努力，又还有各自到大树当地跟其他地方的亲朋好友，共下来支持也跟便当。唐风的真是要个故事啊，除了甜甜的米西底杯，又加上一顿新温暖、很温馨的感觉。带过来的便，我看到的嘛就前面墙色的是嘛个呀？在这个绿色的部分，它是抹茶。那我们是使用日本的抹茶粉，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这一款冰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其实坊间台湾很少有真的抹茶粉。其实我们去，例如说食品材料行看，从那个他写抹茶粉转过来都是绿茶，然后就是绿茶粉，然后加色素几号什么什么的，就是它不是。然后就是我们是使用日本小山园，它是在日本有300年历史的抹茶粉。对，然后像例如说百香果部分也是使用岐山的甘丹日子，它的种植的无毒百香果，对，就是尽量在食材上面，我认为就是只要农民种得好，我们做出来的冰成功率或者是好吃度都会提升，都会更高这样。这么跟外头都会贴配小人们修剪的，因为前面有谈朋友讲，你做一本里边有蔬菜的嘛，对，一般呢，能看到强色的本可能就是想说抹茶直觉性嘛。不过讲起之后，看到强色，我还以为说因为用某个抢出来做一本呢，我以为他是用什么青菜来做的，所以特地想到来问你。对啊，没想到真是同样的一般的 Q 是用。纯正天然不是天然，就是说纯正的抹茶来做一饼。哇塞，观众朋友，你看，真是有一类坚持三推也个精神无简单，都会本大家知道最好用了最好的饼本大家可以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不过唐讲今年饼店的地位，还有做饼之外，还可以做媒人呢。黑马个故事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我想到前面小姐按道的饼，不过唐讲今天的饼店还有其他特别的饼呢，继续来请教小姐哦。小姐，前面有小姐都像个抹茶的啦，像凤梨荔枝的啦，一道饼之外，还有其他特别的饼吗？还有好多耶，就我们家的话，像桑葚我也觉得蛮特别对，像桑葚的部分，我们也是先做成果酱，那大家都知道果酱都是熬煮加糖嘛，然后把它浓缩之后，它汁都浓缩之后，我们再做成雪酪，所以它其实也没有加什么牛奶还是什么的，对，也没什么太多的乳化，那是它吃起来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对。一罐一罐的，就很讲的桑葚的果酱嘛。对，它就是桑葚果酱。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像在制作冰品的时候会做一个过程。那像这些果酱都是再更加的熬煮过后浓缩的。对，果酱。除了有个果酱可以来做饼之外，平常时你看还可以来泡茶冲作为泡茶之用。嘿。都会甜盐呢。除了那个桑葚之外呢，还有哪一种还有那个最近有就是制作了黑芝麻冰淇淋它是用黑芝麻酱做的，然后它是跟我们大树在地的麻油行，就是大树麻油行，它已经100年历史了，然后我们71年，所以我们加起来171年。哇，就是2大古早味一起就是做的一个冰品，那就是说芝麻冰它也是非常的香浓好吃，但是它非常难做，就蛮对，就是说像芝麻它天生会有那个一层薄薄的麻油对，那就是说大家就知道说我们在做冰的时候就是水会结冻嘛，那其实它的就是说有油的话，它的结冻效果就会比较
不好，然后就是说它就会变得比较有分离的状况，所以它吃起来其实就是刷刷的，但是我们就是想要呈现就是原味，那大家也是觉得说就是这个麻油部分是天然的，然后吃进去的就是香浓。那它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冰品。对。哇，唐秀妍安尼讲好了，俺们是个芝麻的饼的时间，我有没有感觉过俺们是他亲兄弟是个麻油酒、鸡酒的形容？所以我在洗制冰机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说我刚刚是不是煮麻油鸡？就是制冰机真的是很难洗，要洗3次。很像一般雪落，它的就是没什么乳化嘛，所以就是说。它是很快一次就洗好了，都不会油的啊。但是麻油，我说成麻油，就是黑芝麻冰淇淋，就是说它就是会有麻油，就是粘在我们的制冰机内部，所以我们全部抽出来洗一次还洗不掉，2次3次，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都清除这样子。安尼糖烘落一个芝麻的饼啊，双烘落喺底部上係最费功夫的一個饼的吼，做起来最费功夫的。对，然后像草莓牛奶冰淇淋，就是说它也是非常的累，就是说只要是像其实桑葚也是，像假设说桑葚草莓这种需要组成果酱再做冰的，就是说我们时间会拖非常长，因为我们还需要冷却，然后再制冰，有时候会拖到8个小时、9个小时。安尼糖烘呢，其实讲5年路卡那边啊，其实都是蛮费功夫的。用板讲，因为5年都会用天然的水果，也还讲蔬菜啦，去做，所以你们还要去挑选，又去洗过，然后再可能做加工。对。不过讲到这呢，因为前面有谈过讲，一般的冰果室啊，因为以前他讲冇百货公司嘛，故所谓热天的时间，冇奈何去都会去冰果室，除了是饼，还可以剩下的药费。谈讲5年的饼店啊，和做每年还蛮个故事啊。真的也像我们冰店，就是以前到现在。应该是就是成就了很多的良缘，对，很多的佳偶，就是说以前确实就是刚刚提到没有太多的一些娱乐的场所或者是咖啡厅可以约会，那来到冰果室吃冰就变成说来这边约会，然后甚至有相亲，那也确实有媒人婆，就是会带就是男方女方，然后互坐对面，然后开始介绍这样子。然后有趣的是我已经在冰店工作了，然后就是我在外面认识的朋友，农业朋友，他是种兰花的，然后他居然父母是在我们家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有趣的是，就是说，其实我爸跟我妈也是在冰店认识，因为我爸爸是来到大树当兵，然后跟他的同梯下来吃冰，认识妈妈。那我就觉得说，很有趣的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南乡冰室，它就像是个媒人，对，就是介绍我妈妈跟爸爸的这样子的相遇，然后也介绍朋友的这个父母的相遇，然后才有我们这个爱的结晶。哇，难怪你要跟饼店暗有感情。除了迄家可能乡下提啊都认识之外，连爸爸妈妈也是因为要跟饼店们认识的哟。可以继续来问一下讲，技能用品做饼啊，伊咧做饼认识之后技能用品继续下去。他们认识之后继续交往，就是爸爸那时候认识妈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快要退伍了。然后我们爸爸是彰化人嘛，然后他就说要回去了，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告诉我爸爸说他觉得妈妈看起来乖乖的又很漂亮。然后他就说，就是小姐，我以后写信给你，可以吗？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什么，就是联络方式都很难得，所以就是说是要我妈妈这间冰店的地址，然后他就是写信写长达3年去追求妈妈。哇，明密的，每天这样子，每天，哇塞！对，但是就是妈妈有说，就是台风天这种下雨天，就是邮差无法送信啊，这种日子就会没办法收到信，然后有时候据妈妈说。阿公阿妈会把信偷藏起来，这样子就是不要给妈妈这样子，对哇。然后但是就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很长时间的写信，然后我妈妈觉得说，爸爸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是非常用感情深情的，然后所以就是打动了妈妈这样子。
哇塞，真的轻龙慢呢，唐多安呢，今年吼，真是用打电话、用传简讯、用传来的那种，马上一下都感觉就冇毛嘅。不过安尼，你看到米粒可以安尼写信的吼，几乎风雨无阻了吼，没几毛下，嘿，邮差不送信，3年呢，冇简单啊。那条信呢，应该还有保存吗？就是说妈妈有用一个鞋盒，然后就是里面就是一排塞满，哇，然后就是都看得出泛黄，然后很有趣，就是早期流行那个书签互诉情谊，大家会以为是白色的那种信纸嘛，没有，早期的人是用书签，然后简单的几句，大家还记得那年代还有勿忘我这个东西吗？对，就是它会比较直白，对，但是就是维系当时的人没有就是科技产品的这样的思念。係啲嘅，因為人本店啊，除了東西好食之外，所以他眼前講，迄個菜梯梯房咧，算是休閒娛樂的場所。啊，加上啊，人的本店會不會親像公園，像公園一樣安排法？嗰時候大家都會，不假的都會走去人家坐那邊坐着休閒，所以才漸漸的變成大家一個情感交流的地方。啊，不過人嘅爸爸媽媽嘅心裡啊，假使講，保存的暗號是不是可以拿出來當做那個鎮店之寶，做一個愛情的見證？應該夠可以呢。我可以問問看爸爸，不知道他會不會害羞？可能各支把我們兩個折起來，然後貼在牆壁上，變成一個是你們店裡面的招牌宣傳。可以大家求拜神求月老，唔怕不用去，直接來到你們本店某一天，馬上會遇到有緣人，怎麼？哇，真是青龍門呢！啊，不過暗號的本店更加傳呢，72年了，也變成是說菜梯的一個文化一個招牌了嘛。啊，那後生呢，除了繼續研發講冇共用的好食的本之外，啊，所以你自己對一間本店未來還有樣板的規劃嗎？像規劃的話，我本身就是說我回來冰店工作的時候，就是我就發現說，有一些冰店的缺點，或是可以進步的空間。例如說早期外公媽媽，她可能都是比較傳統的方式，制冰賣制冰這樣子而已。那我是覺得說，就是一間冰店，就是說，例如說它所具備的一些條件必須要有，例如說可能產品責任需要去幫顧客去想到。或是 SGS 的認證，其實這些都非常的重要。那我們都有在準備這些東西。那像我們都有就是去完成這些東西。那就是說未來的規劃的話，我是覺得說，希望是說在冰品的，就是說美味上面，例如說我們可能吃冰不只是冰，它可能是跟別的東西結合的一個甜點。那最近有在發想一些，例如說中秋節的一個冰淇淋的月餅系列對，然後或者是說往後想要做的冰的話，就是說可能口味上我也有自己的就是一些規劃，這樣子就是盡量說不是大家平常吃得到，或者是我以前曾經也是用就是黑啤酒製作黑啤酒冰對，然後啤酒冰它非常難做，是因為它的冰點比水還低，就是假設說水淋到-4度就會開始結冰了，但是啤酒不會，啤酒還是液體，所以就是說它又有一些技巧。然後或者是說，因為食材的重要性，因為歷年來的食安風暴，我們都可以體會。那就是說，會希望說我們未來可以做食農教育的部分。那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做這樣子的，就是例如說活動，然後例如說去帶小朋友去鳳梨田，然後就教他們煮果醬，然後教他們認識冰品。冰品裡面也許有很多，例如說我們成分表，就是教大家怎麼看成分表，然後我們去挑選適合我們自己吃的或想吃的，或者是說我們不要吃的，對，我們就可以從食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就是說生活的習慣的一個教育。意思講，佢唔單將喺做一個餅店，更加係講做一個太書文化嘅代表，也甚至於菜梯觀光啦文化嘅橋梁，怎麼？對，
观众朋友，今日唐个小妍带来的故事同好色的本，系咪亲像马上来去台书这片体验一下本家的热情呢？唔怕喎，不管有另一半也系冇另一半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台书的人文风情，顺势试一下南疆本店好色的本哦。再次感谢小妍今日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同好色的本哦。谢谢主持人，多谢大家。